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共读，我们要请简宗义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牧师平安，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八父神，再次谢谢你，在圣主日早晨，你带领我们去到圣殿来领受主你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灵粮。也谢谢主，再次在晚上这段时间，带领弟兄姐妹再次的聚集，透过牧师他的讲解，让我们来明白这历代志上这一段圣经，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门，开启我们的心眼，透过牧师的讲解来明白主在这当中的旨意，也恳求父神恩膏这牧师的口，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更清楚主你的教导。在开始之前，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历代志上的第9章第1节到第34节。那今天这一段的记载呢，是讲到被掳归回或是流亡巴比伦回来之后的名单哦。好，那我们先从这张图来介绍。我们已经有介绍，这是统一时期，然后南北国时期，接下来是北国2次被掳，然后南国3次被掳，然后在南国被掳，第一次被掳满70年之后呢，那就是在居鲁士或是古列王波斯王元年，那他们有3次的归回。所以我们把后面这段放大来看，那从北国是被亚述入侵，好，所以在主前的721年灭国。好，那在主前732年，亚述就灭掉了亚兰，而且也入侵了以色列的领土。那在主前的722到721，好，亚述就灭了以色列，好，就在何西亚王的手中，北国就结束。而到了南国呢，是在巴比伦3次入侵，分别是在这个约雅敬，好，还有约雅金跟西底家做王的时期哦。那巴比伦3次来掳。那从第一次被掳呢，好，满了70年，就是所罗巴伯归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539年，539，所以从609年到539年，刚好是满了70年的日子。所罗巴伯呢，好，是这个犹大支派，那他也被封为犹大的省长哦。那他第一批被归回呢，所罗巴伯总共带了5万人，可是呢，到了第二批是以斯拉，从539到458，那过了将近有快80年的时间了，好，是第二批归回。然后在第3批归回是尼希米，在445主前的445年。所以3次归回当中，以第一批归回最多，有将近5万人。所以我们今天会读到的第9章，就是这些被掳归回的名单。那在历代志的作者把这些家族还有哪一些支派有回来，还有那在耶路撒冷有哪些人，都做一个整理。那我们在前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从第7章到第8章，可以看到12支派当中的10个支派完整应该是要完整的家谱，但是因为历代志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可能有部分经文遗漏或遗失，以致有这个缺经节的部分。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这些名字写出来都是真有其人，而且要为这些名字来负责。然后我们都可以来从这些名单当中知道，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可以说从亚当算起的子孙哦。好，那这个整个族谱的记载一直到马太福音第1章，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刚好是亚当的第60代。那在昨天我们看的是便雅悯支派，它如何扩展，以及讲到扫罗王的家谱。那便雅悯支派相对复杂的，就是因为便雅悯他有3种版本，有3个儿子、5个儿子、10个儿子。那还有在这些的儿子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位出他这个儿子到底是传承到第几代啊，所以只剩下名字，但是它中间可能有缺少的经文的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定居的主要都是在迦南地的但黄区，也就是非常靠近耶路撒冷的地区，甚至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在便雅悯的境派的便雅悯支派的境内但是因为犹大国强盛，犹大支派强盛，所以也收编了这个便雅悯。
那特别我们昨天有看到基遍和亚伦从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日头月亮停住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第9章的1到34节。那1到2节讲到这些被掳归回，就是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些有哪些人，然后呢特别在提到的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和便雅悯人，还有被掳归回的祭司。那因为在历代志的这个作者当中，非常看重祭司、利未人还有犹大支派这几个身份和角色，其实也就是后来的这个被掳的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主要的组成分子。所以还有包括再次提到被掳归回的利未人，然后呢明天我们会读到就是扫罗的家谱，对照的是昨天第8章扫罗家谱，有部分的重复，但是又再把扫罗家谱铺成一次，为的就是要来介绍更重要的就是第10章开始的大卫。好，当我们读到大卫之后，可能就会一切比较熟悉一点。好，那我们也要做一些补充，就是被掳归回当中，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当中的利未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利未人追溯到亚伦、摩西，这个利未支派，那他们革顺的子孙呢，就是看守搬运帐幕帐。然后歌辖子孙呢，就是搬运约柜，还有陈设饼的桌子、灯台。米拉利的子孙呢，看守搬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还有帐幕一切使用器具。所以利未的3个儿子的子孙，分别的被分派不同，但是都是在会幕，后来是圣殿当中的职责。那被掳归回呢，那就表示说他们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他们也是继续这样利未人的工作，只是被掳之后，圣殿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所以他们暂时没有工作，但是所罗巴伯又重建圣殿，那中间有停工20年，后来又重建完成了。好，那在祭司和利未人，就是在利未人当中，又从亚伦的后裔开始，从亚伦本身开始就有成为祭司，而祭司当中呢，都有一位的大祭司，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献祭的工作，跟利未人办理看守、搬运、看管服侍这些工作又有差别。所以亚伦呢是歌辖支派当中，歌辖子孙当中的其中一位，有亚伦的后代，他们的职责就是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还有近前来的外人要被治死，不能随意的亲近会幕。利未人、众首领、领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那其他利未人就是在做圣殿的管理搬运的工作。那他们在旷野当中，到了民数记，第一次数点人数和最后数点人数，那他们都有分座位，分东西南北。那东边就是朝太阳的地方，也就是会幕的门口，所以是东边犹大支派以萨迦、西布伦。那北边是但、亚设、拿弗他利，西边是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南边是流便、西缅和迦得。所以我们又看到这些本来他们就是即便建了圣殿，那但是他们还是有利未人，还是要按照这一些来排。特别中间的内圈，东边呢就是摩西、亚伦之子，他们分别看守的地方。然后呢，北边是米拉利家族，这是老三；左边是革顺家族是老大，歌辖家族是老二。那他们就是也是把它分成4等份。好，那所以祭司的工作、利未人工作还是有区分，甚至在衣服上面。而祭司当中，这是已经是普通祭司，他一位大祭司，他就要穿以弗得和圣袍。好，这就是只有一位，就只有一位啊。好，那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利未的3个是革顺、歌辖、米拉利。好，从歌辖中间这个老二传下来的，就是经过了以斯哈、摩西，好，那到了亚伦成为祭司。但是呢传下来到撒母耳的不是经过亚伦、摩西，而是经过可拉。好，这是叛变，在民数记26章当中，他们起来对抗摩西和亚伦，甚至可拉大部分人都被地给吞吃进去，但是还是有后裔留下来，甚至撒母耳包括大卫的诗班的班长希曼是在正中间，就是第1顺位，然后亚萨是第2顺位在右边，以探或是耶杜顿在左边是第3顺位。好，所以这里有看到希曼的没有诗，但是他是第一班的班长。好，然后亚萨呢有做诗篇12首，诗篇50篇，73到83篇。
可拉的后裔有诗有12首，以探好或是耶杜顿的诗有1首在89篇。好，那这是今天的记载。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利未人分了48座城，48座城还有31个城区郊野，这当中还有很多的逃城。那这些逃城就是在以法莲的山区。那同时也是提供这一些不慎杀人，那或是在没有办法无辜无心之过当中，他们可以暂时在那边居住到什么时候呢？到那一年的或是那一届的大祭司死之后，才可以重返家园，而大祭司就要继续的为他们替他们来最好来向上帝来代祷。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读这个历代志上的第9章，我们先从第1节读到第2节。好，请钟义长老带我们来读。钟义长老的麦克风OK， 第1节、第2节，所有以色列人都按照家谱被登记在以色列列王史上。犹大人因犯罪而受惩罚，被掳到巴比伦去。最先返回自己的城市，住在自己地产上的，有以色列平民、祭司、利未人和圣殿工人。好，那这里讲到了4种，就是经过了70年被掳之后南国回来的有谁呢？以色列的百姓，那在和本翻成以色列人但是因为要区分所以这不是贵族是平民。然后第2个就是祭司是这个利未的后代，利未人也是利未的后代。第4个是圣殿工人，圣殿工人在和本翻成仆役，甚至旧和本翻成是尼提宁尼提宁。好，那这个尼提林的故事呢，我们可以追溯到约书亚记的第9章。约书亚记第8章之前就是耶利哥城、爱城相继被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攻下，所以在基遍这个地方呢，他们就踹了一弹，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然后他们想要怎么样对抗约书亚，可是呢，他们呢就故意乔装成自己是一个难民，然后呢来跟约书亚订约说等约书亚他们先来见约书亚，说你们真的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跟你们订约，不可以把我们杀了。好，那他们就冒充说他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呢以及甚至说他们从埃及来，他们不是迦南地的人，所以约书亚就答应他们跟他们立约可是后来进去之后呢，发现这些人根本不是埃及来的人，他们本来就是迦南地的人，包括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琳这些地方，但是已经立约不能杀他们，所以约书亚呢就在9章23节说：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你们明明就住在这里，为什么说从远方来？因为你们欺骗上帝定你们的罪，你们要永远做奴隶，替我们上帝的居所劈柴挑水。这就是尼提宁，就是基遍人的后代。这些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他们也很愿意，他们就说：我们这样做，我们知道，因为上主已经指示摩西要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你们，而且让你们在进来迦南地的时候杀光所有居民。我们怕被你们杀掉，所以我们才骗你们。现在你们就把我们交在你们手中，就这样的意思处置我们。我们愿意替上帝的居所，就是上帝的会幕，那时候还没有圣殿，替上帝的会幕来劈柴挑水。所以在会幕当中工作的有利未人，利未人当中又有祭司和大祭司，可是还有一群人是在那边劈柴挑水，做粗重的活，干这些劳力的苦工。所以在圣经当中和本翻成殿役，圣殿的仆役。那所以约书亚呢，因为与他们立约，就保护这些基遍人，就是尼提宁，不准以色列人杀害他们。然后他们就继续替上帝的工作，直到摩西写了直到约书亚记完成的时候，他们还继续在上帝所选定的敬拜场所做这工作。好，那这些工作做多久呢？做到北国、南国都被消灭，甚至被掳到巴比伦，满了70年再回来，结果这一群圣殿工人或是圣殿仆役也被掳回来。回来之后呢，他们并没有重获自由。他们还是遵守他们的老祖宗跟约书亚的约定继续在圣殿当中做仆役，就是尼提宁。所以这是一段插曲。但是我们知道被掳归回来的人当中呢，还有一群
在迦南人外邦人在这当中。好，接着再请宗义长老带我们来读第3节到第9节。第3节，犹大、便雅悯、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族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犹大支族有690个家族住在耶路撒冷。犹大的儿子法勒斯的后代中，出了乌泰做他们的领袖。乌泰是亚米忽的儿子，暗利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因利和巴尼。犹大的儿子示罗的后代中，出了亚帅亚做他们的领袖。亚帅亚是这家族的族长。犹大的儿子谢拉的后代中，出了耶乌利做他们的领袖。第7节，住在耶路撒冷的便雅悯族人的名字如下：沙路米舒兰的儿子，何达威亚的孙子，哈西努的曾孙，伊比尼亚耶罗罕的儿子，以拉乌西的儿子，米基利的孙子，米舒兰示法提亚的儿子，刘尔的孙子，伊比尼亚的曾孙。第9节，便雅悯支族有956个家族住在耶路撒冷。以上所记的人都是家族族长。好，谢谢。那从第3节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支派回来呢？被掳归回，有第1个犹大支派，第2个便雅悯支派，第3个以法莲支派，第4个马拿西支派啊。所以不是只有南国的人，连北国的以法莲、马拿西也归回了部分的人。但是呢，他们的名单没有被记在这边，就是说这些人有回来，也住在耶路撒冷。而犹大呢，是雅各大老婆，就是利亚的后代，他代表了长子，因为长子老2、老3都犯罪，没有办法继承，所以由老4犹大继承。而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以法莲和马拿西代表是约瑟的后代，所以便雅悯跟约瑟，这代表的是雅各的所爱的老婆拉结的后代。所以雅各的2个妻子的后代都被掳，但是上帝也都让他们归回。但是最后真正在这个地方他们就统称都是由被掳归回之后呢，就叫做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大概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就开始。那这个犹太人呢，跟犹大的名字呢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他们还是以犹大人支派当作主要。好，那第4节呢，先介绍就是犹大支族，690个家族跟和本的翻译不一样，和本翻成690名690名。那这个690名跟690个家族，那数量就差很多但是因为我们刚才有说，所罗巴伯第一批归回当中就有5万人所以如果只有690个人，好，那耶路撒冷这样全部加一加也不到2000人好，那这样跟那个5万人的数字差太多，所以690个家族是很有可能。好，那690个家族那就很庞大，所以接下来犹大支派当中呢，记载了3大家族，三大家族。第一个就是乌泰，这里讲到乌泰做他们领袖，然后接下来讲到了亚帅亚是这个家族的族长，然后第3个呢是耶乌利在这里耶乌利，所以犹大支派当中被690个家族当中，就是以乌泰、亚帅亚、耶乌利这3个是名字最早被写下来，可以说是犹大支派当中耶路撒冷的3大家族。那这些人的名字呢，本来要去定位，说到底他这样追不追溯得到亚当但是呢追溯不太到，所以呢大概可以看到的只有几个，就是犹大啦，然后谢拉啦，这几个是在创世纪当中就提到的人物。好，接着第7节开始呢，是到第9节是便雅悯支派的家族。那这里有4大家族，总共956个家族当中，有4个的名字被提下来。好，第一个就是沙路在这里，沙路。接着呢是伊比内亚在这里伊比尼亚那或者和本翻成伊比内亚。接下来是以拉在这里，然后还有米舒兰。
那米舒兰这个名字呢，好，在圣经当中也出现很多次啊。那所罗巴伯的儿子呢，就叫做米舒兰啊，但是这里讲到是便雅悯人啊的米舒兰，所以呢，应该不是所罗巴伯的儿子。然后这些的名字当中呢，可以看到有利未人，有便雅悯支派，有西缅支派，有利未人，所以表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的那个支派跟支派通婚的情形呢，好，也越来越频繁了。我们那天有提到，好，就是他们本来在12支派当中，就很多人都已经跟利未人通婚了，被掳之后又归回之后，他们通婚的情形更频繁。还有呢，就是这些的名字呢，也很有可能他们去被掳当中，像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在巴比伦出生，所以所罗巴伯他从来没有住过耶路撒冷，但是他带头归回5万人归回耶路撒冷，所以有很多地方可能他都已经是被巴比伦化，后来变成波斯化，但是呢，他依然要传承这样子的信仰，传承这样子的亚伯拉罕的应许，甚至他也代表的就是这个从亚当开始所上帝给予的形象要一直的传下去到这个耶稣基督。接着呢，我们再来读第10节到第13节是讲到祭司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好，第10节以下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耶大雅、耶和雅利、雅金、亚撒利亚，圣殿总管希勒家的儿子。他的祖先有米舒兰、沙都、米拉约、亚希图、亚大雅、耶罗罕的儿子。他的祖先有巴斯户尔、马基亚、马赛、亚地业的儿子。他的祖先有亚细拉、米舒兰、米什利密、因麦。第13节，做家族族长的祭司共有1760人，他们都善于处理圣殿的事务。好，那这些祭司呢，就是圣殿的总管，管理圣殿的事务，然后做圣殿的工作。好，那这里总共有1760个人，那也很多所以他们这70年当中，被掳的70年当中，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自己是谁，或是他们自己什么支派。其实70年也不会很长，好，那他们同时还继续的保有这样的传承，好，他们也期待着上帝的时间到，他们就可以回来耶路撒冷。好，那回来耶路撒冷没有圣殿，所以他们一定要先把圣殿重建起来，这些祭司才有工作可以做，否则回来也没有工作可以做。好，那这里提到的祭司当中1760个当中呢，也有3大的祭司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亚撒利亚。亚撒利亚呢，出现在以斯拉记的第7章、尼希米记的第7章，都有提到同一个人，都是在被掳归回之后，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祭司。接着呢是另外一个祭司，就是亚大雅，讲到他是耶罗罕的儿子哦。那还有呢，这个耶罗罕呢也是利未人，也是利未人的后代，但是第8章一个耶罗罕变成便雅悯人，所以他们也有通婚的情形。那还有第3个就是马赛，所以在祭司当中也提到了3大1760人，这就不是1760个家族，是1760个祭司的名单当中。那这亚撒雅呢，可能也是回来之后当中的大祭司的工作。接着我们再来读第14节，读到第16节，是讲到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14节以下是住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示玛雅、哈素的儿子，他的祖先有亚利干、哈沙比亚，属于米拉利宗族；拔巴甲、黑勒斯、加拉、马探雅、米迦的儿子，他的祖先有细基利亚撒、厄巴底；示玛雅的儿子，他的祖先有加拉、耶杜顿、比利加、亚撒的儿子以利加拿的孙子，他们住在尼陀法城地区。好，那我们之前读到的利未人呢，好，读到是住在耶路撒冷，但是这里是住在尼陀法城地区啊，其实离耶路撒冷也不远，只有9公里啊。而这个尼陀法人的村庄是属于犹大支派啊，也就是犹大的迦勒的后裔居住的地方啊。而这里讲到的7个名字，就是这些利未人，所以看见利未人当中也有7大家族。那特别是讲到有耶杜顿，就是以探
他的子孙。接着呢，我们来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的守卫，我们再从17节读到27节。17节，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守卫如下：沙龙、雅古、达门、亚希曼。沙龙是他们的领袖。他们这宗族的人在那时期经常驻扎在王门东边入口处当守卫。他们从前是利未营的守门人。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跟他的可拉族弟兄们负责守卫圣墓的入口。他们的祖先是负责守卫上主的营幕的。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曾经做过他们的队长，上主与他同在。米斯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也是上主圣墓入口处的守卫。一共有212人被选出来看守入口处和门。他们是各按自己所住的村庄登记在族谱上的。大卫王和撒母耳先见把这重任交托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继续守卫圣殿的门，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每个门有1名守卫长。这些守卫由住在他们村子里的亲戚协助，轮流守卫，每一次守卫7天。4个守卫长都是利未人，负最大的责任。他们也负责看管圣殿里的房间和库房。他们住在圣殿周围，因为他们负责守卫圣殿，每天早晨负责开圣殿的门。那圣殿为什么需要守卫？就是为了怕人家闯进去啊。所以这个圣殿好像也是有站卫兵在外面来保护里面的祭司，那不让外面人来打扰干扰他们的服事。所以只有4个守卫长。那这4个守卫长呢，按照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前他们在所罗门的圣殿当中，这些家族就是被排在圣殿的东西南北。刚才我们看到，在摩西时代的会幕，就是利未人也分了东西南北，按照不同的支派，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看管的地区啊。所以在这里出现的就是这一些都是利未人的后代，当然他们就是最接近圣殿。那利未人当中还有祭司，就是可以进入圣殿里面去工作。那在圣殿当中，又只有大祭司可以到圣所里面的至圣所里面去代替百姓来献祭啊。那这里讲到了19节，讲到了可拉啊，所以这个可拉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叛变的那个可拉。可是后代呢，他们还是继续的服侍，所以上帝也继续向这些的利未人守约施慈爱。然后呢，也提到了。就是这里212人呢，212人是在大卫王时期，还有在高大卫的先知撒母耳时期，他们都在那时候还在会幕约柜，在会幕当中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到所罗门建完圣殿，后来到这个圣殿又被尼布甲尼撒王拆掉之后，他们现在被掳归回所罗巴伯。应该是这第9章在讲的就是应该所罗巴伯重建完圣殿，所以他们才又恢复了这个圣殿的工作。所以这应该是被掳归回将近20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是比较中晚期的事情，也有可能在尼希米或是在这个以斯拉那个时期所记载的，但是是一个很完整的名单。27节让我们看到这些利未人的工作，就是负责守卫这些圣殿守卫的工作，还有负责开圣殿的门，然后也要管理每个房间库房。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28到34节，讲到剩下的利未人。28节，其他的利未人负责看管礼拜用的器皿，每次使用这些器皿时，拿出去放回来，他们都要清点数目。其余的利未人保管其他的圣殿器具和面粉、酒、橄榄油、香料等物，但负责调配香料的工作是属于祭司的。利未人可拉宗族沙龙的长子马他提亚负责预备烤的祭物。哥辖宗族的人负责预备每安息日圣殿所需要的供饼。有些利未家族的人负责圣殿音乐，这些家族的族长住在圣殿里的一部分房间，他们不做其他工作，因为他们日夜都要供职。以上所记的人根据族谱
都是利未各家族的族长，他们都住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些人等于是经教会的全职同工，而且他们就是住在教会的宿舍当中，包括每样东西都要保持它的完善，保持它的整齐，而且要保持它的质和它的量。然后里面所要献祭用的，不论是面、是酒、是油、是乳香、是香料，或是有专人按照摩西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要求。怎么样去制造这些的香，制造这些的油，制造这些灯台的点灯的烛芯等等，这些都是有一定的陈设饼上面的桌子的这些饼要如何的制作安排，然后每一天的燔祭、素祭然后平安祭这些的祭呢都要让它的如期来进行除了这些做礼拜的事物之外呢，33节还讲到了就是圣殿的音乐所以在圣殿当中不会很无聊。这个音乐呢，可能包括器乐，也包括歌唱所以这些呢，圣殿的祭拜团或是诗班呢，或是圣歌队呢，他们也住在圣殿的房间而且讲到的是日夜都要公职所以他们要不断的聚会做礼拜，而且他们是不做别的其他的工作，就是做圣殿的工作，所以是专职全职担任。那这些就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虽然不是住在不见得全部都在圣殿当中，有一些利未族的族长或是家族，但是他们都要轮流进来上班。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被掳归回这一票人当中呢，5万人。那他们呢有来自的不同的支派，但是他们都没有忘记上帝给他们的呼召和使命，甚至连那个尼提宁人就是圣殿的仆役，他们一起被掳，也一起归回。归回之后，继续做着他们老祖宗跟上帝所立的约，就是在圣殿里面做打杂的工作。但是呢，到今天我们的圣殿教会服事不是像这样子，而是比这有趣的更多。我们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透过各样的聚会，透过各样的性质，包括连教会的志工，我们都可能成为一样的服事，能够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也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在没有圣殿的70年当中，他们才真的感受到他们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们成为这个世代当中的见证。所以他们有了自己的圣殿当中，他们就是尽心尽力的侍奉。虽然后来到了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那时候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或是撒都该人或是这些的文士，他们的心变得更刚硬。但是呢，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圣殿，如同我们读了希伯来书，他成为了天上的这个会幕，成为这个实体。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耶稣的身体进入幔内，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不用再活在旧约这些的繁杂的程序当中也盼望我们真的无论不是期许自己是祭司、是利未人或是犹大支派，我们要期许自己成为一个尼提宁哪怕就是在教会里面干苦工干粗活、打杂、砍柴、烧水、挑水，但是呢，只要我们跟上帝立约，上帝的恩典也会世世代代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都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来敬拜你，更也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来分担参与各样的侍奉和服事。也求你与我们立约，也与我们的后代立约，让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也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来服侍你，来荣耀你。也愿上帝你的约应许成就在我们每一位上帝儿女的身上，能够来荣耀上帝，也能够使叫众人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平安。谢谢牧师，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